2025年9月，隨着 TVB 新劇《金色森林》在騰訊視頻獨播，社交媒體瞬間被港劇迷的狂歡刷屏。這部由郭晉安、陳曉華領銜主演的家族爭鬥劇，僅播出4集便以15900的熱度直登頂平台榜單，甚至被網友冠以新聞女皇后、最強港劇的稱號。更令人咋舌的是，內地影視公司為爭奪其翻拍權，競標價已飆破億元大關。這場盛況背後，不僅係 TVB 對傳統家族劇的顛覆性創新，更暗藏着一場關於港劇如何征服 Z 世代的流量戰爭。從豪門爭鬥到人性博弈，從懸浮相戰到現實投射，金色森林用3招打破港劇頹勢，讓年輕人甘願熬夜追更。而這場熱播風暴的背後，究竟藏着多少不為人知的秘辛？方仰天、郭晉安式的車禍絕對不是意外。一位參與劇本創作的內部人士向記者透露，這個設定從一開始就埋下了全劇最大的懸念。劇中珠寶大亨方仰天在車禍後突然宣布3件事，仍取笑自己30歲的嫩妻林晴陳曉華式，將百億資產歸零成立信託基金，指定死對頭高森羅子溢式為信託執行人。這一連串操作，直接讓方家3兄弟與祖母聯手入稟法庭，家族戰爭一觸即發。傳統豪門劇喜歡用爭產當噱頭，但金色森林的野心更大。監製林志華在接受專訪時直言：我們想探討的是，當財富變成枷鎖，家族傳承究竟是守護還是詛咒？與傳統港劇非黑即白的角色設定不同，金色森林的每個角色都籠罩在灰色地帶。方仰天表面儒雅溫厚，實則將家族權力玩弄於股掌。郭晉安用3屆視帝的演技，將一個掌控欲極強卻深陷孤獨的掌舵者演繹得淋漓盡致。劇中一場與母親對視的戲，他紅着眼眶思考：我寧可被兒子恨，也不想方家毀在我手裏。林晴，2018年港姐冠軍陳曉華飾演的嬌妻，既是方仰天的救贖，也是家族矛盾的導火索。內部人士爆料，原劇本中她的角色更催心機女，但陳曉華建議增加被豪門規訓的掙扎，最終呈現出一個立體複雜的外來者。高森羅子溢突破以往戲路，飾演的信託執行官表面溫文爾雅，實則暗藏復仇計劃。一場與方仰天對視的戲，他微笑着遞出文件，眼神卻如刀鋒般銳利。方先生，遊戲才剛剛開始。這些角色沒有標籤，他們只是在財富漩渦中掙扎的普通人。編劇鄭成武透露，比如方家3子，有人隱隱求生，有人被慾望吞噬，有人試圖用極端方式證明自己，這不就是現實中的我們嗎？你看過用電影鏡頭拍家族劇嗎？金色森林做到了。一位參與後期製作的業內人士向記者展示了一段未公開的花絮。方氏珠寶慈善晚會上，鏡頭從高空俯瞰旋轉樓梯，郭晉安與陳曉華攜手走下，燈光在鑽石項鏈上折射出冷冽光芒，背景音是低沉的大提琴聲。這場戲拍了12小時，就為了捕捉那種暴風雨前的寧靜。這種電影質感貫穿全劇，從方家老宅的復古裝潢到商戰中的數據流特效，從車禍現場的碎片飛濺到法庭對視的鏡頭推拉，無一不透露出主創團隊的野心。數據顯示，該劇單集製作成本較傳統 TVB 劇提升40%，其中70%用於場景與特效。家族信託、家辦運作、港股操盤，這些細節如果出錯，整部劇就會崩盤。林志華透露，劇組聘請了香港頂尖金融顧問團隊，從劇本階段開始介入。比如方仰天宣布成立信託的那場戲，台詞裏提到的離岸信託架構、受益人條款都是真實可操作的。這種專業度甚至引發了行業討論。某家族辦公室創始人觀看後發文稱，劇中高森羅子溢式設計的動態平衡信託，現實中確實存在類似產品，但操作難度極高。
現在追劇哪能只看？得能吐槽，能二創，能站隊。騰訊視頻運營總監向記者透露，針對金色森林，平台推出了3大創新玩法。坊間內鬥投票站每周更新後，觀眾可投票預測下一集劇情走向，票數高的選項將影響角色命運。首周投票中，62%的觀眾選擇方仰天與林晴離婚，結果第3集真的爆發了激烈爭吵。豪門表情包生成器，用戶上傳照片即可生成劇中角色同款台詞表情包。如方學禮、何廣沛式的推老人動圖被玩成即場甩鍋梗，在社交媒體瘋傳。信託知識小課堂每集片尾插入3分鐘動畫，用劇中案例講解家族信託、遺產稅等金融知識，意外引發理財圈熱議。Best 越是聽的季卡賣爆了，54塊看90天高清粵語劇，誰不心動？一位港劇迷在社交平台晒單時寫道：這款專為 TVB 劇迷打造的電視端會員，憑借無廣告、原聲粵語、冷門老劇庫3大賣點，上線首周銷量突破10萬份。更巧妙的是 ，TVB 將金色森林與經典劇集聯動營銷。劇中方家老宅的佈景復刻了溏心風暴的唐家大宅，郭晉安與羅蘭的對手戲被剪輯成視帝事後時隔10年再同康的短視頻，甚至在預告片中埋入了創世紀的經典台詞彩蛋。這些操作不是巧合。某品牌營銷專家分析 ，TVB 深知世代對港劇的情懷源於童年濾鏡，但要讓他們買單，必須把情懷變成可參與、可分享、可炫耀的社交資本。1.2億，最後叫價的是某視頻平台。9月20日，香港會展中心一場秘密競標會引發行業地震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為爭奪金色森林的內地翻拍權，3家影視公司展開激烈角逐，最終價較起拍價暴漲300%。這不是簡單的版權交易，而是一場關於港劇類型片的搶灘戰。某影視公司 CEO 向記者坦言，近年來內地家族劇總被詬病懸浮，但 TVB 用金色森林證明商戰家、倫理家、人性的組合依然有市場。事實上，這場競標潮早有預兆。數據顯示，2025年第二季度 TVB 及其旗下頻道綜合收視率達79%，穩居行業領先。而騰訊視頻港劇專區的用戶畫像顯示，18到30歲觀眾佔比達67%，付費意願是其他劇集的2.3倍。內地需要 TVB 的現實感。某製片人分析，比如《金色森林》中方學禮推老人那場戲，表面是商戰手段，實則揭露了富二代的原生家庭創傷。這種對人性複雜性的刻畫，正是內地劇缺失的。儘管郭晉安的演技備受認可，但劇中他略顯僵硬的面部表情引發網友熱議。視帝是不是整容了？某些角度真的像戴了面具。對此 ，TVB 官方回應，郭老師為塑造方仰天的掌控感，特意調整了表演方式，面部表情收斂是為了更貼近角色內心。方仰天把100億資產歸零成立信託，現實中根本行不通。某信託公司法務總監發文指出，根據香港信託條例，委託人不得完全剝奪自身受益權，否則信託可能被宣告無效。對此，編劇麥世龍回應，藝術創作需要誇張，但核心邏輯經得起推敲。方仰天的歸零是象徵性的，他仍通過其他方式控制資產。據內部人士透露，高森一角最初屬意某資深演員，但對方因檔期問題退出。羅子溢拿到劇本後，連夜修改了人物小傳，增加了復仇者的暗線。監製林志華證實，他的表現超出預期，尤其是與郭晉安的對視戲，我們臨時加拍了3個版本。金色森林不是終點，而是 TVB 轉型的起點。在9月25日的殺青宴上，總監製曾麗珍向記者透露，未來3年將推出10部新港劇，
涵蓋職場、懸疑、科幻等多元類型。我們要證明港劇不僅能拍家族劇，還能拍出世界級的作品。而這場熱播風暴的餘波仍在持續。截至9月23日，金色森林微博話題閱讀量破23億，抖音二創視頻播放量超45億次。內地翻拍版已進入劇本階段，預計2026年開機。甚至有投資方接觸郭晉安，計劃打造方仰天 IP 衍生電影。當年我們守着電視等創世紀，現在孩子用手機追金色森林。一位資深港劇迷在評論區寫道：時代變了，但港劇裏那些關於人性、家庭、慾望的追問，永遠不過時。這場由 TVB 發起的港劇復興運動，究竟是曇花一現的狂歡，還是真正開啟了新紀元？或許正如劇中方仰天的那句台詞：一家人吃頓飯，這麼難嗎？答案不在熱搜榜上，而在每個觀眾的心中。